嗱，香港嘅朋友而家攞住170萬，竟然可以喺深圳口岸買到一套精裝現樓嘅2房單位，咁佢咧係原樓現證嚟噶，所以冇任何一個風險噶，係真正可以實現得到步行過關翻去香港，所以你喺香港翻工、深圳住完全都冇問題嘅。咁佢樓下咧都會有呢個地鐵啦，有商場，有一整片一個公園，平時食飽飯落樓散步，散到你腳仔遠都完全冇問題啦。嗱，再強調一次，係總價170萬。事不宜遲，我哋一齊上去睇下先。嗱，咁上到嚟啦，呢套單位咧總價170萬就可以攞低，66方做到2房2廳1衛嘅。咁呢個單位咧係精裝修現樓咁交付，所以咧冇任何一個風險噶啦。嗱，咁一入門口呢個位置咧做咗廚房位置咧設計成 L 型，並且係大箱，預留埋呢個洗衫嘅地方俾你啦。褪翻出嚟咧就係你食飯嘅地方嚟嘅。咁旁邊呢度咧留俾你細蚊仔住以及呢個乾濕分離洗手間。咁再感受一個廳嘅位置啦，廳嘅位置一個開間咧亦都係非常之闊落嘅。咁呢邊嘅位置咧，一邊咧就露台位，一邊咧就你平時瞓覺嘅地方嚟嘅。咁先睇下呢個露台位，露台位嘅景觀咧值得一擲，望翻呢個海景以及山景嘅，對面咧就係呢個香港噶啦。嗱，同大家講下呢度翻去香港步行過關就 OK 啦，因為旁邊咧就係呢個口岸嚟噶啦。嗱，咁最後就嚟到你平時瞓覺嘅地方啦。咁整體空間冇問題嘅，有埋呢個梳妝台，關鍵咩？呢啲景觀真係正到冇朋友。嗱，各位朋友仔，如果感興趣嘅私信我啦。